大家好，同福聖經學院新嘅一季課程又即將開始啦。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4個即將開展嘅精彩課程，幫助大家喺屬靈生命上不斷成長。呢啲課程涵蓋咗聖經研究、歷史背景同埋侍奉生命，希望可以裝備每一位信徒成為更有力嘅見證人。我哋嘅目標係透過深入嘅經文研讀同神學思考，建立整全嘅神學觀，並且將信仰實踐喺日常生活當中。首先為大家介紹由馮永和博士主理嘅啟示錄信息1。馮博士擁有豐富嘅教學同牧養經驗，呢個課程會深入探討啟示錄嘅歷史背景、寫作方法同埋特定嘅神學主題。學生將會學習點樣處理經文中嘅難題，並且將信息轉化為富有生命力嘅講章。更重要嘅係，透過老師嘅榜樣同課堂對話，幫助學生喺品格同屬靈目光上更趨成熟。呢個係透過一個古老信息去觀察現代處境嘅寶貴機會，適合每一位渴望深入了解啟示錄嘅弟兄姊妹。跟住落嚟，我哋睇一睇有關舊約研究嘅課程。第二個課程係由李聖林牧師博士教授嘅舊約背景及信息。李牧師喺神學教育領域有超過40年嘅經驗。課程強調舊約事件並唔係獨立存在嘅，而係同當時嘅地理、政治同文化息息相關。我哋會一齊研究古代近東世界嘅發現，從而更清晰咁了解聖經中記載嘅以色列人。呢一課除咗探討古代民生，仲會以聖經為本，研究神喺舊約時代當中嘅啟示。學員可以了解唔同時代當中神嘅作為，藉此更清楚聖經入邊嘅背景同真理。而對於想追求生活智慧嘅弟兄姊妹，以下呢個課程就非常適合你。第3科係由葉偉雄博士主理嘅箴言信息。葉博士會帶領我哋深入探索智慧文學嘅精髓。課程會縱覽箴言全書嘅文學結構，幫你認識呢卷書絕對唔只係格言嘅集合。我哋會探討點樣避免斷章取義，並將古代智慧應用咗現代生活、輔導同個人靈命塑造。目標係要裝備大家喺呢個歪曲背謬嘅世代中，活出道成肉身嘅智慧人生。透過學術同靈修並重嘅進路，一齊探索生活就係智慧嘅真理，見證福音嘅大能。最後，我哋嚟到一個關乎每一位信徒侍奉生命嘅課程。最後一個課程係由學院院長何志迪牧師博士親自教授嘅喺日常中作活祭信徒嘅侍奉生命。課程會圍繞5個核心問題：點樣理解呼召？點樣成為神喜悅嘅侍奉者？點樣面對稱讚？最重要係點樣能歸榮耀俾神，並立志一生一世侍奉神，喺日常生活中成為活祭。信徒皆祭司。無論你嘅職場定係教會機構，呢個課程都會啟發你重新思考侍奉嘅真諦。呢4個課程都係為咗裝備信徒，建立成熟嘅屬靈生命。誠意邀請大家一齊嚟參與同福聖經學院嘅學習。我哋課堂見。想了解更多課程嘅內容，可以掃一掃熒光幕嘅2維碼。願神祝福大家。